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人民。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19天，也是哈梅内伊老哈升天的第19天，同时也是哈二小哈失踪的第19天。今天最大的新闻呢，那就是伊朗的2号人物，就是目前实权人物，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这个拉尼贾尼也去见他的老领导去了。话说这个拉尼贾尼刚抱怨完，昨天咱们节目还说了，对吧？说伊朗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真正帮助过，有一些国家帮助也仅限于口头上，就是政治上。这个拉尼贾尼在社交平台上刚发布完致全世界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的信函，发完了他就走了，或者就被带走了去见老哈梅内伊汇报去了。关于这个拉尼贾尼被以色列给炸死这个事情众说纷纭也就死肯定是死了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出来讲话了。那怎么看待这个事呢？首先我们看看伊朗这边是什么态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日凌晨发表声明，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伊斯兰议会前议长拉尼贾尼遇害表示哀悼，并誓言复仇。当然了，这个佩泽西奇扬高度评价，也就是回顾了拉尼贾尼的他的光辉的一生，尤其是拉尼贾尼复出以后任职的一些贡献。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尼贾尼全力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增进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他的去世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凶手必将受到严惩。拉尼贾尼的离世对伊朗来说也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是高度评价盖棺定论。然后这个佩泽西奇扬他又说拉尼贾尼的热血被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罪恶政权所践踏。最后拉尼贾尼遇害，虽然他已经死了，佩泽西奇扬他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理性与远见并重的抵抗路线，伊朗人民最终胜利将使犹太复国主义罪犯付出更苦涩的代价。佩泽西奇扬的这个声明非常有意思这个哈梅内伊被导弹带走之后伊朗不是按照他们的宪法，对吧，成立了个紧急3人小组。这个3人小组里面，佩泽西奇扬和对吧一个什么专家委员会委员，还有一个是司法部长吧，3个人成立最高领导小组。但是这个小组也没用。同时并行的还有一个叫拉尼贾尼，他是哈梅内伊死之前把他推到前台的。那随后又选出了这个哈梅内伊的儿子穆吉塔巴是最高领袖。所以伊朗的这个权力格局非常有意思，也不知道他怎么运作怎么协调。这个1周之前佩泽西奇扬说了他给这个中东国家道歉，以后不再袭击他们。但是没过半小时他又把他话收回去了，说你这些国家对吧，为美军提供基地来攻击伊朗，那我们就要反击。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佩泽西奇扬他的角色、他的定位、他的态度。按理来说拉尼贾尼被炸死佩泽西奇扬可以不讲话的，因为他的权力不大，他在讲话在伊朗没人听，应该由最高领袖这个穆吉塔巴对吧出来讲话，要么由其他的这个强硬派，因为这个拉尼贾尼他是代表强硬派当然了，有媒体说拉尼贾尼是伊朗强硬派中的温和派。这个拉尼贾尼他以前当过议长，他也是这个伊朗的一个什么类似于豪门权贵一个政治家族前议长。他到任以后他就退休了，然后在伊朗哪个大学当教授，教哲学，深居简出去年这个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这个12日战争这个哈梅内伊一看局势不妙，所以又把这个拉尼贾尼给请出来了。也就是说拉尼贾尼他退出政坛已经5-6年了，哈梅内伊又把他请出来就当这个什么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负责对吧这个到处穿针引线协调，成为哈梅内伊最重要的一个助手。那在哈梅内伊这被送走之前他临时也紧急把这个拉尼贾尼给他任命就是2号人物，由他来总体协调。就是所以说拉尼贾尼在伊朗那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某种程度上是目前伊朗的不是1号人物就是2号人物，甚至从这个实际权力来说他很有可能是1号人物。你毕竟这个新的领袖穆吉塔巴他是个纸片人就是大家没见过，也没有声音，是死是活不知道。在这种群龙无首的信息非常混乱的情况下，这个拉尼贾尼很有可能他就是1号人物，对吧？再一次被斩首。那佩泽西奇扬为什么跳出来发声呢？这个就是我判断的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这个叫混合治疗以后我记得3月1号我就说了，美以能把这个哈梅内伊带走，却没有把这个佩泽西奇扬带走，而且还特别说了佩泽西
西洋的这个总统府官邸也遭到了轰炸，但是佩泽西洋是毫发无伤。我当时还举了个例子，叫《红楼梦》里面的超检大观园呢。这个佩泽西洋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故意留下的，我只能是个人推测啊，就是美以就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他们已经定好了由佩泽西洋来收拾残局。而这个佩泽西洋这个时候啊，突然跑出来讲话，一方面痛斥以色列，给这个拉尼贾尼盖棺定论，对吧？给出极高的评价，实际上是安抚伊朗的国内的盘判们。但同时啊，他也在拐弯，所以他说啊，叫理性与远见并重的报复，什么意思啊？按照盘判们的这个调调啊，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调调们，那肯定是同归于尽呐，有什么好说的，对吧？你扎我一刀，我扎你2刀啊，对吧？2吨重的核弹头上啊，对吧？2吨重的这个弹头啊，什么泥石啊，这个弹道导弹、超音速导弹一起招呼吧，都别过了。但是你看啊，佩泽西洋喊叫理性与远见并重，其实佩泽西洋的意思是我们报复还是要报复的啊，但是我们要头脑冷静，要有远见，不能乱来。那言下之意就别乱报复啊。所以你从这个佩泽西洋的讲话里面啊，已经隐隐约约叫呼之欲出啊。第二个啊，这个拉尼贾尼被斩首啊，可以说给伊朗人，尤其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伊斯兰革命卫队，给他们是极大的心理震撼，让他们感觉到绝望、恐怖，让他们感觉到他没有办法活下去，对吧？你如果继续啊强硬，送出来一个就死一个，下一个是穆杰塔巴，不敢露面，你只要稍一露面，以色列人就锁定了。为什么说对这个伊朗的强硬派啊是个极大的心理震慑？如果说啊哈梅内伊被带走，那40多个高官呢被带走，你还可以说是疏忽了，你还可以说啊这个当时啊是什么以色列啊是休息日、安息日啊，以色列人不上班啊，不应该发动打击。第二个是大白天，对吧？谁那么不讲武德，大白天早上跑去空袭啊？你也可以说啊这是哈梅内伊啊这疏忽了、大意了。那你说在10几天以后啊，2号人物拉尼贾尼又被干掉，你还能说叫大意吗？对吧？这个伊斯兰这些强硬派啊心里有数，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上了死神名单，一个都跑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还在那抱有侥幸心理，那真的是叫无知者无畏啊。这个拉尼贾尼死之前是特别蹊跷啊，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在3月13号啊，这不是伊朗的这些高官都活着的啊，还能动弹的，比如拉尼贾尼啊、佩泽西洋啊，还有什么那个阿拉戈齐啊，都跑到街头什么庆祝啥还是干啥的吧，搞个什么活动。当时我就看到一个照片啊，但是网上传的到处都是啊，就是3月13号啊，那个照片现在在网上还有，这个拉尼贾尼在前面边走边接受记者采访，然后不远处啊就有个人戴着墨镜戴个口罩的，然后这个照片上把这个人还圈出来了，然后还是个以色列人说，他说这个人我认识，他说我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已经回到以色列了啊，然后他说啊这个拉尼贾尼过2天恐怕就要死，因为他已经被摩萨德特工锁定了。你看果然啊，3月16号晚上以色列就发动空袭，把拉尼贾尼啊跟他儿子对吧，还有他女儿，在他女儿家还有拉尼贾尼的副手一锅端了，这个太吓人了。这个信息网上到处是啊，这个是在拉尼贾尼死之前啊，人家就说了，这拉尼贾尼过2天就要死，因为他已经被摩萨德特工盯上了。当然这个今天我看到好多传言，那更是邪乎啊，说这个摩萨德特工叫塔赫巴特，是以色列摩萨德的一名老兵啊，20多年的特工经验。在3月13号游行中啊，这名特工尾随跟踪拉尼贾尼好几个街区，然后说啊，拉尼贾尼被这个摩萨德做了标记，说他那个戒指啊被替换掉了。当然这都是传言啊。这个塔赫巴特这名特工啊，用一枚装有激光雷达的控制戒指替换了拉尼贾尼的戒指。然后这个随后啊，这个塔赫巴特这名特工就返回了以色列。随后网上就传出啊，拉尼贾尼要死了，被锁定了。随后16号就挨炸了。你不管这个摩萨德啊到底是怎么做的，但是人家在3月13号、14号晚上就开始传言说拉尼贾尼要被炸死、被锁定，到3月16号真的被炸死。这个难道不让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些强硬派害怕吗？他们身边啊保不齐谁就是摩萨德特工。当然了，这个以色列的一名官员啊告诉伊朗国际电视台说，刺杀拉尼贾尼之所以能够成功，要归功于以色列情报部门在过去24小时内从德黑兰居民那里获得的宝贵情报。最近几天，拉尼贾尼行为傲慢，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包括圣城日集会，与当地和国际媒体互动，从而让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最终导致他的身份被确认。该官员说啊，这位以色列官员补充说，该国情报部门继续收到大量的报告，这些报告准确地引导他们找到巴斯基民兵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检查站的位置，极大地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就是拆检查站啊。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啊，拉尼贾尼之死啊，比哈梅内伊的
死还能给这个伊朗强硬派一个震撼，让他们知道啊，在伊朗没有法外之地，躲哪儿都没用，你上了名单都得死。这个被盘盘们啊津津乐道，这个传的最多的内塔尼亚胡不被炸死了吗？然后内塔尼亚胡出来辟谣都没用啊，反正就是死了。结果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又出来放话啊，在这个袭击发生以后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公开认领，直言拉尼贾尼已被打死。这还不算啊，后面啊更恐怖的是，内塔尼亚胡说啊，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惊喜。以军发言人公开威胁将追杀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放话要追击并消灭伊朗所有高层，彻底把冲突推向全面对抗边缘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说啊，你还有惊喜，不要着急啊。我一直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人狠话不多，一个唾沫一个钉呐，他说到一定会做到。所以说下一个就是穆杰塔巴。那我们又回到刚才的话题啊，你说佩泽西奇扬为什么到现在还活着？所以我就相信啊，佩泽西奇扬这个表态，什么理性有远见的报复，一方面安抚伊朗的盘盘们，对吧？我们要报复，一方面也说对，我们不能乱来。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啊，也就是在美国和以色列这种高压之下，所有的强硬派一个一个的被除掉，形成一个示范效应。最后啊，这些强硬派一看没有出路，只能倒向这个叫温和派或者叫改革派。你们要想有活路，不想被炸死，那最后只能就是这些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强硬派被迫无奈，他们也只能推出佩泽西奇扬，他们也只能听佩泽西奇扬的。现在他们不听啊，现在他们是对吧？是可以挟持或者绑架或者叫什么要挟佩泽西奇扬，让佩泽西奇扬也强硬。但是随着这个以色列和美国这种加大压力，这些所谓的强硬派最后一看没有出路只有倒向这个叫温和派，只有最后推出温和派来收拾残局。如果不信的话呢，下面接着炸，对吧？如果你再搞个强硬派上来，还得炸，待不了几天。还有人指望着这个伊朗也强硬的报复，这都是想象还怎么强硬报复呢？以色列国防军在3月17日正式宣布，在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定点空袭中击毙了伊朗巴斯基民兵指挥官苏莱曼尼。这是另外一个苏莱曼尼这个苏莱曼尼更狠了应该是双手沾满了伊朗人的血。巴斯基民兵在历来这个镇压伊朗老百姓这个示威时，他们是主力。除了这个苏莱曼尼外，他的副手叫赛义德·卡里西一把被团灭。这都是跟那个拉尼贾尼是前后脚的事。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战机就在伊朗，就在德黑兰的上空盘旋，随时过来实施斩首。我一直说这个伊朗的防空体系早就已经形同虚设，打成筛子了，人家随时过来斩首。那你说伊朗的这些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哪有什么安全可言？你躲哪儿都没用对吧？你就躲在地堡里面，人家有 GBU 这个钻地炸弹专炸地堡，你躲在人群中，人家可以定点清除。躲在自己女儿家，连累自己的外甥，对吧？这个我是想不通的这个拉尼贾尼这个人，对吧？你知道你是高危这个人群对吧？哈梅内伊的这个叫前车之鉴一家人全部被带走，你这个时候你还往你女儿家跑，可见这些人这个冷血，你不知道会给自己女儿带来灾祸吗？完了之后带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的副手保镖去女儿家开会，结果祸及自己女儿外孙，这是妥妥的灾星对吧？这个时候你好歹你躲个地堡里面，对吧？不要累积自己家人美国以色列的战机在伊朗是如入无人之境，想炸谁炸谁。就这个盘盘们还说伊朗在反抗，盘盘们还说伊朗把美国的飞机打下来了，你怎么打的呢？你有那个水平，那怎么你这1号2号人物接二连三的被人斩首，你连自己1号人物2号人物都保护不了，你还谈什么把美军飞机给打下来？那都即便下来了那都是美军飞机自己掉下来的。所以说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誓言要复仇，也只不过是拿嘴了。所以说这个3月18日，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全面升级报复行动。你看这个玩意说话跟佩泽西奇扬又不一样了佩泽西奇扬说理性有远见的报复，但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叫全面升级报复行动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多枚搭载2吨重的弹头高爆弹头弹道导弹，什么法塔赫110
或者叫法塔赫霍拉姆沙赫尔系列，同时导弹瞄准美军在中东多个基地，造成特拉维夫市区爆炸，建筑倒塌，火车站周边火光冲天。确实我看那个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拉维夫一个火车站被击中也造成2名这个人伤亡。这个只能说明这个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要么就是命中率差，要么就是抗干扰能力差，对吧？你招呼火车站有啥用啊？你招呼那个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办公室，对吧？你招呼那个以色列的国防部大楼。总之伊朗人的这个报复是宣传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今天我看那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实施真实承诺4第61波行动。这个你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现在是第61轮了打击。声明称，本轮行动动用了加德尔、伊马德、法塔赫等等精确制导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叫贝特谢梅什、特拉维夫等地目标，以及美国在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展开打击，并且说新一阶段强力打击已经在整个地区展开，并称霸权势力将在街头和战场上遭到重创。这个俄式宣传就是这样的过个嘴瘾，听着很解气，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呢，我们再看看美以对伊朗的其他的打击这个也是瓦解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意志首先是以色列国防军刚刚释放出视频，显示针对街道上巴斯基士兵进行袭击，并称过去几个小时一直在袭击伊朗各地的巴斯基士兵和阵地。由于遭到以色列无人机的打击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因为他们的基地他们的军营他们的宿舍都不安全，老有这个伊朗的革命群众拍照片，然后发给这个以色列，或者就是发到那个社交媒体上，那以色列人呢就按照这个坐标，无人机就来了。所以说非常不安全。那么这些革命卫队的士兵和巴斯基民兵他只能在街头搭帐篷，露宿街头。但是就这个也不行，说有很多伊朗老百姓也会拍照上传，就暴露了坐标，然后以色列的无人机就如约而至呼啸而至。这个视频在网上很多就专炸这种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这个街头那个帐篷。所以说拆那个检查站，拆哨所。以色列继续对街头设岗的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加大打击力度。摩萨德波斯语频道对伊朗巴斯基民兵发布劝降视频，你们已经无处可逃，成千上万的资讯记录了你们在1月的暴行。1月就是镇压这个伊朗老百姓这不就是特朗普说的吗？记下他们的长相，记下他们的门牌号，一切都会清算，大概这意思你看这回不就来了吗？你只要提供他的门牌号、坐标，对吧？你只要提供他长相，都要定点清楚伊朗民众寄给摩萨德的照片，巴斯基都将成为目标。同时再次呼吁伊朗市民提供巴斯基民兵位置。不久前，美国和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位于德黑兰的革命卫队地下指挥控制中心。报道称，超过50名革命卫队高级官员和在商讨未来几天的袭击计划时丧生，也就是团灭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向伊朗人民发表波斯新年，也就是那个诺鲁兹节贺词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在过去的24小时里，2名伊朗伊斯兰政权头目被击毙，也就是一个是拉尼贾尼，一个就是那个巴斯基民兵那个指挥官苏莱曼尼。内塔尼亚胡说以军正在地面、十字路口和城市广场打击恐怖分子，从而让伊朗人民尽情庆祝春节日。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在空中注视着你们。你看，你听这话吓人不吓人呢？我说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这个巴斯基民兵这个是真正的叫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作恶多端，上面有人会惩罚你，这叫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不知道这个以色列无人机什么时候从天而降就把它带走了，连哈梅内伊，连这个拉尼贾尼都能带走，你说你一个小兵带走太容易了。你说如果这么再搞个1个月，那伊朗的这些对吧，基层的这些打手那都会被瓦解我们看看这个美国这个美军也没闲着相比较以色列主要以暗杀、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层人士这个不同这个美军专注于拆迁，因为美军它有这个条件美军中央司令部3月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数小时前美军成功对位于伊朗海岸线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多个加固型伊朗导弹阵地投下多枚5000磅
重型钻地弹。你看啊，这个特朗普不是吹牛啊，人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开始清扫了，为这个下一步啊行动做准备。现在就是美军用这个 B2轰炸机啊扔这个钻地弹，把你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啊这边上的一些什么山洞啊、什么导弹城啊，统统的给你摧毁。也就是说啊，你说伊朗那些什么水雷、那些反舰导弹，你藏在什么地方呢？对吧？人家反正一个炸弹下去，肯定全报废。中央司令部说啊，伊朗在这些地点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对海峡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构成了威胁。这个伊朗动不动就往这个以色列或者往对吧美军基地扔那个什么2吨重的导弹弹头，结果人家对吧美国呢就2.2吨的钻地弹，分分钟就给你扔几颗。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啊和以色列国防军联合发布战损评估，认为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能力陷入停滞状态。所以说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啊并不是混乱无序，而是一场有条不紊分阶段的行动。特朗普说话啊颠三倒四的，但是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军事行动啊那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伊朗的袭击次数已大幅下降，导弹发射次数减少 90%， 无人机数量也从800架一天啊降至一天75架。伊朗的防空系统被严重的削弱，以至于美国不得不派遣非隐形轰炸机飞越伊朗领空，这表明美国几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这个是对伊朗叫系统性的防空进行这个全面的削弱，伊朗的导弹、核设施、海军和指挥网络摧毁殆尽。这个半岛电视台说啊，伊朗现在正在应对衰落，而非展示实力，被迫对剩余的武器进行配给啊，武器啊所剩不多了，导弹发射车也是打一架少一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被斥为浪费资源，损害了伊朗自身的经济及其盟友。整个地区发动的代理人袭击被描述成绝望之举，而非实力的体现。再说说特朗普这边啊，特朗普现在跟伊朗一样感受到了孤立，也就是特朗普为他以前啊这个政策啊，现在在咽下苦果。特朗普在他的这个真相社交上发文说啊，他说美国已被告知，我们的大多数北约盟友不想参与我们在中东对伊朗恐怖主义政权军事行动，尽管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强烈赞同我们的行动，并且伊朗绝不能被容许以任何方式、形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然而我对他们的行动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一直认为北约我们每年花费数千亿元是我们保护它，但他们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在需要的时候。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他们的海军已不复存在，他们的空军已不复存在，他们的防空雷达已不复存在。而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几乎各级别的就是他们就各层级领导都已经不复存在，也再也不能威胁我们在中东的盟友或世界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需要北约的帮助，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同样也不需要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帮助。昨天我就说了啊，这个伊朗觉得自己被孤立了，没有一个伊斯兰世界国家真正的援助他，都是口头支持一下。特朗普也一样啊，整个西方世界没有人支持他，除了以色列。我们看一看，首先是欧盟先跳出来啊，说欧盟无意扩大军事行动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不是欧洲的战争啊，这是欧盟委员会这个外交这个政策高级顾问卡拉斯说的啊。然后英国首相斯塔默他说啊，英国战斗机正在保护中东，但是没有参战。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参与对伊朗的战争，我们不会给美国提供攻击基地。这个也把这个特朗普给气着了啊。然后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他说伊朗就是中东地区绝不能陷入一场目标不明的无休止战争，这场战争必须通过明确的计划和战略来结束，我们不参与这场战争。我们从一开始就这么说了，对我们来说情况依然如此，只要战争继续，我们就不会以军事手段参与其中，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明白这样的行动究竟如何才能成功。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之前也没有咨询过我们，所以说德国将如何进行军事介入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我们不会这样做。这是德国那我们看看法国，新华社3月17日电说，法国总统马克龙17日表示法国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更平静后参与护航
航行动。这个马克龙说的比较委婉啊，给点面子，说我们可以参加护航行动，但是啊，得到局势更平静，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要不你们先停火吧，对吧？你们停火了，我去参与护航。这个把这个特朗普给气坏了啊！听到马克龙这样的表态啊，特朗普说马克龙很快就要下台了，不光是英法德啊，还有欧盟不同意。这个特朗普对韩国、日本也不感冒。这个特朗普说我们不再需要，也不再期待北约成员国家的帮助，也不需要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帮助。这个特朗普像小孩呢就跟这些国家，西方这么多国家绝交了但是绝交是气话了，反正总之不开心，不跟你们玩了。我记得上一次特朗普搞什么加沙和平委员会是吧？也是欧洲国家不感冒不搭理，其他的国家也是对吧？叫阳奉阴违，只有这个俄罗斯对吧？还有一些国家想这个蹭点流量，搭个便车。所以特朗普上台这1年多搞的这些事情，确实把很多国家都得罪了，尤其他传统的盟友西方国家。但是即便这样我不觉得美国收拾伊朗会有什么问题，还是砍瓜切菜，没有什么悬念而且特朗普打击伊朗这个神棍政权也没毛病，得举双手赞成。至于欧洲和特朗普的恩怨，那这个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对吧？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对吧？你要记得特朗普曾经对吧，向欧盟对吧，要强占什么格陵兰岛，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那他把人得罪了很正常。现在唯一一个愿意帮特朗普的就是乌克兰，就是泽连斯基，结果特朗普还不待见人家，对吧？想方设法的打压人家，对吧？只有乌克兰派团队到中东帮美国帮中东国家抵抗这个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结果你看特朗普是怎么对待泽连斯基的，说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所以这样的人没朋友很正常因为他眼里只有利益和交易，没有朋友。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认为美以离胜利越来越近了。这个胜利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要么就是现在伊朗政权跪下了，要么就是伊朗政权发生更迭，这2种情况都很快要不了多长时间。如果特朗普真的一怒之下占了哈尔科岛，那就加快这一进程，具体情况我们密切关注。好，这一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